国的新浪网于12月1日报道，在东突厥散的准噶尔盆地发现了5亿吨优质油气储量。报告称，这次发现的最大油田位于准噶尔盆地东部，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目前，中国的石油勘探队已经开始紧急钻探。中国当局还宣布，准噶尔盆地的汽油总储量接近了120亿吨，其中1/3已经确定。观察家说，中国入侵者不断争夺东突厥散的地下和地面资源，每天有数百万吨的资源被运到中国各省，东突厥散人民仍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分析师内森·鲁森回应了《环球时报》关于所谓新疆当局周五通报情况的报道。简报中，所谓新疆政府发言人说，诸如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之类的智囊团是美国政府操控的反华工具。发言人试图对9月份的一份报告进行反击，但是鲁森说，《环球时报》的报道存在事实错误。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在报告中发现并绘制了自2017年以来在东突厥散建造或扩建的380多个涉嫌拘留设施。政府对其中4个地点进行揭穿，声称他们是注入学校、物流园和养老中心之类的民间机构。环球时报在周五报道了这个故事，并在推特上发布其报道的连接以及周六的揭穿图表。鲁森在周六的一个推文中说，令人遗憾的是，环球时报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反驳我们的发现，以显示距离他们所说的地点实际上是8.5公里的位置的无人机镜头。据德国媒体报道，中国是德国长期以来十分谨慎对待的外交政策话题，但柏林现在转变了语调。周三，德国政府发布了新的人权报告，对中国提出了非同寻常的尖锐批评。该报告由外交部起草，并得到了政府内阁的同意。该文件对中国的人权提出了多方批评。该文件在专门讨论东突厥散和西藏局势时，语言更为清晰。那里的人权状况特别危机，在东突厥散，镇压、监视和大规模拘禁在扩大。该报告还提到了有关强迫劳动和国家强制性生育计划的报道。根据柏林的评估，这些措施旨在使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宗教和文化中国化。这意味着维族等民族应服从共产党的文化观念和指导。特朗普政府周三发布新规，限制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直系亲属赴美旅行，此举无疑将进一步加剧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国务院发言人表示，这项新政将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家属的旅行签证最长有效期限制在每月单次入境，立即生效。这意味着中国获签方必须在签证发出的1个月内使用该签证进入美国。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旅行签证也被限制在单次入境，而不是此前的多次入境。在此之前，中国党员和其他中国公民一样，可以获得最长10年的赴美旅游签证。美国最高情报官员周四表示，中国是2战以来全球民主和自由面临的最大危险，并称中国一心想要主宰全球。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在《华尔街日报》网站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表示，情报很清楚，中国打算在经济、军事和技术上主宰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他称，中国实体的战略就是窃取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进行复制，然后在全球市场上取代美国企业。此前，国务卿蓬佩奥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菲雷也发表了类似声明。